棒球拄着科技会有啥物款的体验？台南市政府甲南台科技大学将伫咧嘉泰国际棒球训练中心小棒子球场举办科技棒球嘉年华。今仔日举办活动记者会，市长黄伟綽邀请民众来为棒球选手加油支援，同时来了解到棒球的运动科技知识。到底怎么样子分析，能够让这个运动员得到他的这个体力、肌力得到最好的发挥，那就看我们这一次的科技棒球嘉年华，好让大家既看热闹又看门道。活动将展示多项运动科技器材甲训练概念，并开放予民众用游戏的方式进行体验。棒球赛事也会搭配着专业直播，将选手的运动影像进行分析，并提供各项数据，予观众伫观赛的同时，也对棒球的专业内容有更深的了解。击球的出速是多少？仰角多少？出速跟仰角大致上会决定这个球会飞多远啊。像这种信息，在目前的这个全世界的棒球比赛，在实验室有，但是在这个实际的这个比赛还不成熟。但是我们传艺的实验室现在可以用一只手机就可以把它做到非常非常准确。那在更精准的牛棚里面的这个训练数据会更多。所以刚刚黄市长提到说我们台湾的这个棒球运动发展，从我们台南开始，希望能够在基层的这个棒球的训练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科技引进，来协助我们的选手的训练。赛事邀请台北市立大学、甲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的女子棒球队，以及台南市夏晴国小、义才国小、永成国小、立林国小等4支小棒队进行表演比赛，欢迎民众讲话稍岁时阵入场，感受科技运动的魅力。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